冇人可醫，係上天俾我哋呢啲創業啊、做生意嘅老闆一個最好嘅禮物。只有咁樣，你先會徹底斬斷咧對外界嘅一切嘅期許，一切咧你向內求，直面你人生之中嘅痛苦同埋恐懼，全力以赴咁樣去發掘自己嘅潛能，連接自己嘅內在力量，成為自己命運嘅掌舵者。做生意成功嘅人咧，永遠要經歷走投無路。走投無路之後，你先會大徹大悟。大徹大悟之後呢，就係無所畏懼。當你可以無所畏懼，你先可以風生水起。做過生意嘅人先明白吓，人哋嘅屋檐再大，都不及自己有一把細細嘅遮。你自己冇能力，冇一個閉環呢，再好嘅關係，生意場上都冇人會可憐你。好多嘅大老闆都會認同咧，做生意要賺到大錢咧，一定係要跟住個運走。好多人都相信命運，但係佢哋同樣相信嘅係自己一手一腳行出嚟嘅自己。因為創業嘅路上去到後邊都係孤獨嘅，永遠只有你自己。如果你話人一定有一個信仰，我相信做生意嘅老闆第一個信仰一定係自己，自己嘅認知、自己嘅執行力、自己嘅運。